立法院长韩国瑜昨昏接见日台交流协会代表片山和子，用日语小酒问，马上对方春联。针对调查关心当时要进行实案报告，韩国瑜是表示，伫今仔日就会召开调查协商，会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伫明仔载23日时到立法院进行实案的专案报告。 用日语小酒问博感情，立法院长韩国瑜甲副院长江启臣接见日台交流协会代表片山和子，韩国瑜比较接见 AIT 处长孙晓雅共款上荣耀吉庆春联，现场气氛真好。 院长，明天是不是要召集党团协商了？谢谢，明天会跟大家报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 交流内容，韩国瑜无加讲，也毋过针对行政院长陈建仁，什么时阵会当进行实案专案报告，会阁召开调查协商，和行政院长陈建仁23进行专案报告。其实不只是这个瘦肉精事件，包括说还有鸡蛋的问题，包括还有挂羊头卖猪肉的问题，其实这一些都是国人所关注的。食品安全专报绝对需要用1天的时间专案报告，让行政院长好好的公开向国人说明清楚。那院长也愿意来这边报告，那中国国民党党团也支持我们的看法跟立场。那唯一有意见的，反而是民主进步党的党团。第一个该打大板的当然是民众党，他们恶意的为了自己的声量搞个人英雄主义，让协商破局了。 如果不是这个协商破局，食安专报昨天已经上路。陈建仁表示，已经做好准备，提出实案报告，请民众放心，政府重视实案，归年无休困。共有884件的这一个猪肉的肉品呢，从中央也好，地方政府也好，或者是民间单位的检验也好，都没有测到包括西布特罗在内的这瘦肉精哈，所以是相当安全的。 食药署2日也召开3码钟专家会议，有14位专家出席，其中13位是食药署相关主计会成员，加行政院食安办主任柯副，也过柯副黄志奇、救援兼裁判。食药署回应柯副以专家身份参与讨论，会议结果会由行政院食安办3月对外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